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列王紀上第10章第1節至29節，主題係所羅門的智慧及財富。作者喺列王紀上第10章記載，示巴女王聽聞所羅門因為上主嘅名而聲名遠播，就特意嚟用難題考佢。不過所羅門一一解答，令示巴女王非常驚訝。於是示巴女王稱頌上主揀選所羅門作王，仲話自己親眼所見嘅比之前聽到嘅更加厲害。示巴女王就獻上金子、香料同寶石，所羅門亦回贈厚禮，雙方來往友好。所羅門王每年收到好多黃金，仲有商人交嘅稅同各國進貢嘅財物。佢打造金盾牌同寶座，聖殿同皇宮入面嘅器皿，好多都用純金製成，非常華麗。另外，所羅門又聚集好多戰車同馬兵，從埃及入口馬匹，再轉賣俾其他諸王。耶路撒冷嘅銀子多到好似石頭咁普遍，香柏木多到好似桑樹一樣，王嘅尊榮傳遍各地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列王紀上第10章記載，示巴女王聽到所羅門因為上主嘅名而聲名遠播，就遠道而來求問智慧。咁你又係唔係渴慕屬上主嘅智慧，多過追求外在嘅榮華呢？